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民数记第6章22节到27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21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灯。英文的 light 有一无同款的意思啦吼。伊会当当作是名词、电火，也是讲会当做亮光，嘛会当当作形容词讲光明，嘛会当做动词来点灯，或者是讲点光。用语讲 You light on my life， 是讲你甲我的火点灯，也是讲你甲我的灯点灯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旷野中间，日是用云条，暝是用火条来点灯点光，伫黑暗旷野中间来带领以色列人。前几天牧师提到讲，伫信仰的中间无有铺设的地带，咱若毋是亲近光，就是伫黑暗中的人。祭司的职务就是咧带人进入伫迄个光明，领受着上帝的祝福。民数记第6章22节到27节，提到着祭司阿伦以及伊的家族，提到着祭司家族要接受着上帝的祝福，但是呢，因必须爱先尽责任，成做别人的祝福甲亮光。经文安尼讲，上帝命令摩西，就对阿伦甲伊的囝宣布，恁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，讲：愿上帝祝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帝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安尼。因若奉我的名甲以色列人祝福，我就要祝福互以色列人。这个咱拢真熟的祝祷的词，拢就是咧讲到上帝面光要照咱。咱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祭司必须爱成做以色列人的光，为着因献祭。带领因进入伫上帝的光明，来得到祝福。耶稣基督捌讲过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伊嘛捌要求门徒都爱成做世界的光，来影响这个世界。咱要怎样成做光？耶稣讲一个真简单的要求标准吼，就是讲，互人看见你的光。伊伫马可福音第4章21节到25节，伊安尼讲。耶稣问因讲：敢有人点电火用斗砍起来，还是放伫面床骹，无甲伊放伫灯台顶悬？因为一切稳捌的无一项未显露，一切暗坎的无一项未显露，有耳讲通听的人就听。耶稣佮甲因讲，着注意听恁听到的，恁用什么款的粮甲粮互人，上帝也相款的粮来粮互恁，甚至互恁搁较济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济。无诶，连伊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基督徒都爱成做世界光，要爱成做世间人看会到诶光，特别是当世界需要光诶时阵，都爱行出来照光。咱每一摆伫日本拄着灾难诶时阵，台湾人对日本诶捐献坐甲。对乌克兰战争的中间，台湾人对乌克兰的捐济，
也是即个物资嘛，拢会互全世界看见，这就是发光啦吼。另外，咱看见即届国会滥权的事件，咱嘛看到教会勇敢站出来，特别是迄间伫立法院厝边的济南教会，诚做伫即届公民自决运动顶悬的光。不但伫为了台湾基督的聚会中间，互基督徒进入来参加礼拜，有搁较济一世人摕香，第一摆行入礼拜堂，第一届参加礼拜的人，拢感受到基督徒信仰的亮光。牧师附一张图，会当互咱看见，咱着爱做伙来努力。诗篇20篇祈求上帝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阮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放伫至悬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录你一切的所做，接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福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我要因为你会得胜唱歌，我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当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应答王，用伊正手的开力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夸口上主阮的上帝的名。因会歹输倒落去，阮会歹赢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，阮求救的时，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，护定阮诚做蒙福的人，也互阮有使命，诚做世界的光灯。感谢主提醒阮，着爱将灯放伫人看会到的所在。互人因为阮来看见基督的光，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